立法會主席曹其真喺發問嘅時候，亦都表示問責制應該由高官開始推行，不容置疑。佢要求陳麗敏表明問責制嘅構思，點樣提升公務員質素，點樣以德治傲。曹永賢報導。但呢個問題呢，立法會主席曹其真喺會上面透露，傳聞部分嘅官員因為冇貪污而得到加分，但係佢指出，唔貪污係對官員嘅最基本要求。唔能夠認同唔貪污可以加分呢一個價值觀。曹其真認為問責制應該由高官開始推行，不容置疑。官員嘅責任唔能夠層層下推。佢要求陳麗敏表明問責制嘅構思同埋點樣提升公務員嘅質素，點樣去以德治傲。最緊要，我想問政府有咩政策你可以令到每一個官員佢可以知道佢應該做乜嘢？最近我哋報紙日日攤開知道噶，問親都話唔知噶，收好高人工噶喎，有啲。咁呢咁樣嘅政府點可以做得好啦？我係希望從政策上邊，我哋唔講人，唔講邊個人，我覺得呢個現象比較普遍，唔怪得冇士氣啊，冇辦法有士氣，我都唔知我嘅責任係乜嘢。有一種相對。曹其真問完之後，其他議員亦都相繼就任人唯親、擦鞋文化、官相護、唯命是從等嘅問題，要陳麗敏好好咁樣解釋。呢種餓狼效應嘅官場文化呢，究其原因咧，出於澳門公務員嘅領導職位啊，係完全一種委任性質，即係上級官員呢對呢個官員嘅信任咧起住重要作用嘅。用呢種制度咧，美其名呢就係有助所謂團隊精神，但係又互相包庇、狼狽為奸嘅溫床。喺呢種咁嘅制度底下咧，聽話者留，唔聽話者走，於是形成咗一套所謂朋黨文化啦、契爺文化啦、乜家軍物家軍文化啦，形成一個劣幣排斥良幣嘅一個逆淘汰嘅效應。點解啲公務人員咧下低啲前線嘅公務員咧唔可以咧舉報咧？因為全部都係合約制噶嘛，全部都係需要咧接受上司嘅命令啊嘛。咁你點樣可以做到將來佢哋可以舉報咧？司長，澳門咧冇一啲法例咧保障邊啲公務人員咧可以唔受到秋後算賬。制嘅改革，多名嘅議員亦都用小朋友做大人嘢嘅呢句說話嚟質疑政府嘅工作。啲辦公室係唔係又由啲大人去領導嘅咧？還是係用啲細路仔領導嘅啦。咁我哋喺近期嘅測試好清楚啦，你新委任嘅啲辦公室嘅主任原來係失憶嘅。咁我亦都好懷疑啦，喺你公共行政改革路線圖裏邊咧，其實有冇咧？事實上現在有冇？現在有冇咧？係委任啲主管啊、領導級官員嘅時候咧，喺心智上邊嘅一個考核啊、平衡啊，有一入職嘅時候喺委任嘅時候。有冇測試過或者最基本上嘅認識，就係呢個人能唔能夠基本上執行職務嘅咧？另外，亦都有議員指公共行政改革至今只係實行公務員評核制度。法案雖然由立法會審議通過，但係相信對推動公務員盡責毫無作用。多謝主席。澳門電